由於當日呢係聖誕前夕嘅關係啊，所以呢布拉格市內呢都有好濃厚嘅聖誕氣氛啦。由機場入城嘅時候呢，都見到呢好多蘇聯前時嘅建築物喎。嚟到已經急不及待要試下當地嘅美食。現場嘅音樂同氣氛呢都非常之濃厚啦，基本上都唔需要再多講去配旁白同音樂啦。咁到咗另一日呢，我哋就行到呢邊城堡區啦。當日呢係正12月25日啊，亦都係聖誕節嘅正日啊！好多遊客呢都選擇聖誕節嘅時候呢嚟到布拉格呢度。而特別之處呢，連電車呢都佈滿聖誕氣氛。大家呢可以買張 day pass 呢，隨意就可以跳上你想上嘅列車，周圍遊覽啦。其實布拉格嘅聖誕市集呢係非常之大㗎，佢佈滿咗唔同嘅大街呢，你都會見到聖誕市集。而其中呢個位置呢，佢有個小型嘅溜冰場呢，可以俾大人同小朋友呢喺裏邊玩下真雪溜冰。到最後呢，梗係唔少得布拉格當地嘅美食啦。而下一站呢，我哋會由布拉格呢去到奧地利。喺影片完結之前呢，大家可以聽埋平安夜嘅天文鐘，順便感受下當日嘅氣氛。8 बार बदल